教科書出咗定價啦，大部分科目書價都比舊課程貴，又能以應計下貴幾多？新課程每一科都多咗好多選修部分，內容多咗，書價都貴咗。以數學為例，除開1年要400幾蚊，貴啲嘅出版社更加超過500蚊，比舊課程貴40幾。英文同中文科1年嘅書價200幾蚊，仲未計選修單元嘅書。理科課本成套計貴1倍都有，好似物理科中4、中5全套書原本800蚊有找，新課程讀3年就收1600蚊。不過當中有啲書係選修㗎，學生唔使成套買晒。以一個讀法科嘅中4學生為例，而家書費2600蚊，第時除咗中英數通識之外，假設佢讀埋地理、中史同經濟，1年書費會貴100幾蚊。理科生如果佢第時選修物理、化學同生物，1年書費都會突破3000蚊。咁我7點差唔多啦。梗係貴嘅。都冇得單靠佢哋買。教育局消委會都話，新舊課程有好大分別，可以直接比較書價，但係要輸出。下一集係沙田圍，下一站是沙田圍。The next station is Sha Tin Wai。兩個細路仔搶走另外2個細路嘅手機同埋5英鎊，有106人被控意圖謀殺。被告係親兄弟，分別11同10歲，被控意圖謀殺同埋搶劫罪。案情指兩人喺英國北部打劫2個細路仔，搶走佢哋嘅手機同埋現金，又將佢哋打傷。其中一個受害人頭部重傷，要接受深切治療。